我要向殉职的飞官的家属表达最沉痛的哀悼。事故让人悲痛，但是国军官兵依然都坚守岗位。到飞行岗位，同时结合恭迎蔡总统，请各位来宾转身起立鼓掌，欢迎蔡总统的莅临。非常感谢总统在百忙之中出席今天的动土典礼，同时我们也可以感受到总统对国军以及民众医疗健康的重视。今天是3种松山分院航空医学大学的动土的日子，不过很遗憾，昨天在屏东牡丹外海有2架 F-1战斗机发生事故，其中飞官罗尚化中尉不幸殉职，潘颖尊上尉仍然在搜救当中。邱国正部长上午也代表我前往台东慰问家属，也在现场指挥搜救的工作。我已经指示我们的国防部务必要全力的搜救，并且厘清事故原因。我要向殉职的飞官的家属表达最沉痛的哀悼。事故让人悲痛，但是国军官兵依然都坚守岗位。首先呢，我对昨天空军的飞行失事感到很不舍，心里面也非常的难过。难过的是，我昨天穿着飞行衣到立法院去质询，为的就是不论立法委员对我们退辅会有什么样的批评指教，我们努力了1年，那么提出新的这个施政报告，我穿着飞行衣的意思是，不论我们会受到什么样的批评，我们还勇往直前，就像王丽珍写的书一样的，我们不知道能不能回来，但是我们还是要去。昨天下午竟然闻到这个飞行员的失事，我个人以前也是飞行员，我非常的难过。但是我想告诉大家，飞行失事是不可避免的，但是我们却要努力去防治。我觉得空军已经做了最好的准备，但是天候的因素、人为的因素会有这些事情的发生。请所有的全国老百姓，大家都应该想到他们的辛劳，也给他们最大的祝福。希望他们飞行之前准备再准备，飞行的时候安全再安全，让我们的国家战力强到我们能够抵御外侮，能够保卫自己。